住喺全球首家美高梅華府酒店，沉浸式感受文旅同藝術嘅交融，究竟係一種咩體驗？好開心可以受邀請入住呢間咁靚嘅主題房，仲可以參加好特別嘅藝術展。我化妝師到啦 ，Hello Kaka，Kaka， 今日有個活動咧係有 dress code 嘅，可唔可以同我嚟個新中式裝咧？冇問題 ，Thank you。大家覺得今日嘅 look 啱唔啱我咧？今次活動就喺珠海美高梅華府酒店，作為全球首家美高梅華府，呢度將嶺南韻味同奢華旅居做到極致。喺珠海市中心，居然隱藏住一片12萬平方米嘅嶺南園林，三面環山，一面向水，中式大宅格局，一步一景都充滿嶺南文化底蘊。酒店房型超豐富，由山景房到庭院別墅一應俱全。現場仲特別推出藝術家聯名主題房，為旅居體驗增添一份藝術氛圍。Sencha 海上絲綢之路聯名藝術展開始啦！ Sencha， 我想問下你呢個設計咧，靈感係嚟自於邊度呢？今次咧，我哋嘅設計靈感大部分係嚟自於海上絲綢之路，所以你會見到我今次帶嚟咗，比如話平安娃娃啦，同埋我哋嘅奇緣花瓶嘅，咁融合喺我哋嘅一啲生活美學嘅單品啦，會令到大家係覺得藝術呢樣嘢佢並唔係高高在上嘅，佢可以融入到我哋生活嘅一啲方方面面嘅。你覺得藝術同酒店嘅結合可以帶出嚟啲乜嘢呢？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玩嘅跨界，因為佢可以通過藝術嘅一啲療癒嘅色彩啦，包括佢嘅作品，咁等大家喺呢個身心靈得到放鬆啦。今次藝術展同主題體驗將會持續到7月22號，快嚟感受下嶺南文化同高端旅居相融嘅獨特魅力。